徐督者离开龙兴地当一路忙正自家屋里回走去，我是风蛮大啊，哗，风队里向一起了哎，追得心着，追一心里想上一桩事体。我要我出门辰光，我个读书相公洗回来要好了让自家屋里玩，现在不知哪哈了开着啊！当当当，狗走去一口一门，呵呵，就说屋里向多桩事体出来着。原来农小家谁是肉菜姑娘看中之洗回来着，而且还送一张苗金凤不了洗回来，叫神风托终身。谁多少想洗回来这个小伙子好个，人品好，学问好，农根子立了，将来有依靠。而且农自家看中了还搿是最好不，所以搿门亲事了，谁多少一口答应。实在谁多少那出来无着，刚刚老让地道里向那种农配不知往西个这样，是不是你刚刚吃在这个追了追15头？现在最新的，我刚刚搿桩事体忘记得干干净净的。你为了想来，想侬的媳回来配亲了，定还要有一个美人。那有这个美人嘛，叫名正言顺。哎，美人来着，啥人嘛？徐玉才江明的鸡娘，许多这个老乡还叫徐马步。徐马步大家比较熟悉，你讲过3个男人，死脱子上半。许多在二十第四儿子，虽然么第四啊，两家头个人来得哈。今朝徐娘娘没啥事体，特地来看看哈侬个，实际上么来忙忙来想哈个。现在大胆自家，晓得搿桩婚是500人做媒人嘛，马虎谢谢我无来问。所以马虎为媒，苗金凤为聘，有媒有聘，搿桩婚事实实。搿门亲自定下来了，世界里大家侪蛮开胃蛮开心。一早一个实地来着，等到第2天一早，谁读者出门买小菜去。你想谁回来第一次上我的门啊？我要东买点小菜了，好好叫带带这个新女婿。哎，就像谁读者今日去买小菜嘛，路里晓得龙兴地当老板徽州人王先。因为说你压力谁都在侬能配不里嘛，今家里要送小布子，小布里向500两银子，只有大家上升过西瓜子嘛，一路头生一半家。吩咐水底下4个佣人，3台4喜来归得落，罗夫小布送大人都在屋里向。徐马步也不晓得，像许多张啊是朋友多呀，3家酒旅才有的，总当子的把人家独自在分水同地。那么阿尼杀必把人家送副盘来不里吃吃，所以黑天嘛你们早对洗水，哎，盘里向回封信了，就拿搿封信拆开来嘛，归着洗回来看。那么长久无常，还是一封信你还去不了洗回来看啊？回来等到那封信拆开来一看嘛，哎呀，啥人谁都叫一个男弄子2个女婿了还，那是不对的。等日之间屋里向弄得来大可惜啊嘿！哎，引起这个徐马步能是为的，求得个媳回来的蔡姑娘不可。那么大家在那等着，谁等个谁都在走。哎，红门家前面上想得来个人，水晶宫叫嚣张，谁多真是开心啊！林子找小菜来，各自一张10斤那个嘴巴，摇摇晃晃，前面上向一路下来，到桥头第3角，小菜来门口放一放，汽水绑门，徐美步开门而来。这个马步一听嘛，哪里走走啊？想这个死人为落马得来老强老的，对吧？给你蔡姑娘说爷爷，你不要哭，看到牙进来哪办？再对洗回来妈妈们，你也不要哭着，追过来嘛，拿门一开。哎呦，妈妈，来，搿只小菜来送得了，来帮我拎进去吧啊！自家拎进去。自家拎，哎，出来。
人到里向小菜来地上放一放，搿帮嘴呢，又台浪向放下，山水门帮一关。毛布啊，今朝我的小菜忙得很啊！来看呀，搿块熟的肉忙得哎呀在。那么来等我讲解释过，我们要忙回啊是？来看喏，搿条回我个嘞，我个嘞。那么我买点青菜，叫清清热热，买两只生姜煎煎个，买只鸡扑扑炸。我还打子一帮嘴来10斤。刚刚我嘴底里向已经吃脱2斤，还有8斤。细嘴大高手要吓脱2口啊是吧？来毛布啊，搿点小菜拿拎进去了，都弄一道弄起来吧啊！是人，非是俺开心。哎呀，谁都在口不对哇！毛布喝得不得了了还哇啊！眼色一关嘛，洗回来了让出眼里，再一听房间里向弄小叫刺痛了让哭啊！哎呀毛布啊，我毛知道小菜回转来，那屋里向弄得个副腔的，你了做啥哦？也没难怪。问我对啥人？你说你是在压力上，俺做错啥个事体？说你压力。我分管啥个错事体哇？你想想看呀！哦哟，我年纪大，记性太白，你还要叫我想嘞？哦呀，么谁呀？我辣嘴底里向吃醉了，吩咐动地把我累脱个。不会的啊，不是个啥？可是我分管啥个错事体哇？来过来看呀！看对啥家？袋子对我啥么子？银子。凳子对我。高了头子。手机对我。掌声过西瓜子，这个找啥么子？一类东升，哎哟，这个三姑娘一副白碗。哎，毛布啊，搿许多么是啥人送得来？啊，马不是气人，你读女婿哇？哦，女婿，谁到这眼睛打过来的，谁回来旁边？哎呀，哈，女婿呀，用不着这个呀！我老早跟你讲个，你跟你大家侪是爱情配情啊是？我们又不是让一少。那，我晓得这，本是个马步出花头啊是？你跟你讲个，这个配情嘛，背要像配情的样子，头嘛背要松一覆盖，那么龙江来。急匆匆赶到城里向，走廊向收下来一座破房子，把你卖脱了孩子。那么最近一抢房地产卖不起高地了还要3地不是2地房子卖脱，对不起祖宗，自家的心里难过了，让出眼里啊对啊。做你的啥人啊？你能够糊涂？哟不，大人，像这许多东西不是我的。哎，毛布啊，这许多么是不是你吧？那带上我一封信呐。哦，一封信，啥人是要本我啊？你读女婿哇？哎呦呵，女婿呀，与海我们当面哈讲，你还要等我书面谈话了这个。像这一封书信，也不是我写的。哎，毛布啊，这封信还不是你写的？哎呀，你看信呀！哦，对，看信，拿封信接到手里，在上头一看，就说谁多这个人会得一灵的嘞？那他们新风浪向是要得蛮清爽，岳父大人亲戚，后头还有龙兴地当了，都无事看哈了还。那么你说你压力事体才想起来噻？俺说又不好做，又见我个身体吹出来在上头，了让看么上头晓得清清爽爽、明明白白，真是为一目了然。俺要想往事呀，说你压力下来请我吃醉，在面浪向让我能配不来嘛？我的那屡不想搞了戏呀，说你实力当真了还是？今朝搞戏真做了，你小婆啊已经送得来了。而且新郎向才小孩了呀，啥辰光么要送大婆来噻？啥辰光么轿子抬得来要来接亲噻？要谁多少想我今朝不出去买小菜，让屋里了，那小婆带得来我不睡，太周气。那说不定搿桩事体会分哎。现在我婆啊孙子下来弄家长，我编制一个男配置2个女婿，叫一女双配啊。哪弄法呢？根本我们他是不答应不来个。
王三里一张片子随和侬我送到衙门里下陪我吃官司啊！我12把年纪吃官司，可是个点老命啊送脱呀！咁我哪怕吃官司，侬他是能够的市委来配对了，咁么我还信牛子，我吃官司还吃得实得个是没用的呀！我吃子官司了，侬神女呀斗不了王三个。那么今朝事体拢该告诉我啊！谁读者相知再三嘛？嘿，叹一声气，看来没办法子。哎，我追得市委来商量着，还有说昨日子打侬不里个只灭金凤了，让我随之转来吧。不过得市委来商量了，先要辣马步门前打下招呼。因为你是搿门亲自的媒人了海牙子，所以谁读者该告这个面孔。个马步啊！啊，我们呢？搿副布啥人送的来噶？女婿。啥人是那个女婿啊？龙兴店当老板。死人，龙兴店当老板了。啥样子是？你要拿大相公婚吗？不是老婚，我跟个大相公商量。昨日子他配亲，今朝要拿婚，可是我不答应给。毛不啊，人家么比不中国10里位，你让10号背那也是，心门都拆开来，还看见个在，也是事体么你也晓得才明白个在。那龙家这样，我他是不答应王三回头里个说了。你一张片子随和侬我送到衙门里向陪我吃官司个讲，那么我叫事体龙家唔说法了，得大相公商量。哦，你要拿大相公婚？不是老婚，我得你商量。我看你有啥本事说得通哩？搿么是噶，毛不？你别想啊！那旁边发开口了，我就蛮见人才。我别想，别想，没好，我不想，我不想啊！谁读者打过来的，谁回来旁边。那是你称呼啊变脱了还是？这个回来大相公啊！哎呦，回来走你的那称呼啊变了叫岳父大人。没，那个上岳父大人慢慢讲。再过个上岳父大人呢，现在有点脚嘎了孩子了。你请坐。大相公啊，我们三个有闲话要跟你讲啊。昨日子打你老老进来就跟随，要想对进行西路，是我救那个性命的。是啊，都蒙岳父大人相救。你非要叫人家个岳父大人就要等我心啊发烫的了。那么你要行西路，那么我救你性命，当辰光我看你身上像狼是狼得瑟瑟对呀，我想非要拿那东华之家。我心有自家让，搿件衣裳脱下来不来扎个人。那么来等我讲三个读书5不本地5不同地人子龙家在自家要行西路，那么我说不爱个，我让你出来，我来帮你想办法的。不过你要晓得，我也唔少办法还想了海，我也总得打击了海。我要你出来嘛，随时要向侬农小姐配不来的。嘿。路里向得昨日夜里向，龙兴店当老板请我吃醉，拿我关在席面浪向让我能配不离，我一时糊涂答应着。那么哈，今朝里盘啊已经送得来着，事体龙家这个人，我他是不答应你了，你一张片子随哈拿我送到衙门里向陪我吃官司个了。大相公啊，今朝事体嘛真正叫龙家了孩子。那么闲话说转来，昨日子打你寻西路。不是说位置5不高举步了新西路也是，那三个位置读书5不本地5不同地人子龙家这样新西路也是了。现在不眼着，你看呀，王三带得来盘里向银子到不舍得来，搿许多银子你统统拿得起，作为你读书的本地。接下来你书报飞升，得中功名了。老实讲，高主还早一步水里向改得了，是。那么现在嘛，我事体龙家，大相公啊，昨日子打么我帮你个忙，今朝么你还要帮我一记忙，以能不来只面金凤了，你位置帮我办呐？这个嘛，哎呀，回来做你的那么难得，啥人昨日子打救我性命？
亲口许婚，我蔡姑娘配给我。今朝当我商量，让我退婚，这，值得你理。世界风飞做人今朝难上我是为来昨日一天被喜事，多养的子女是梦美。我在金庭可比也是养谁，若无他居民生恩送谁梦他口口两一曲，若我昔日却不归，但他家相为美君妻。我们是生意生财都要好，押金八封接力归，而今他遭人恶死，身中之最丑，把这姻亲配。我若不退婚，也罢有人害，说退婚勾误了美君妻，我不退内日退根。而今家我是我好小兵姑娘做事谁现在看起来谁了姑娘生老子，家庭是姑娘不愿意搞到地堂里去，可是对我视为了个吉利。我将来发奋读书，得中功名和报答姑娘，只顾是姑娘愿意搞到地堂里，可是我还没办法子。面前我为本都没我披足染梦，哟，大人，是大书君何不懂文令爱妻君，只要他一意为定，想什么绝不为难。哎呀，老师呀，都想怪我搞得没清爽完，只要看你还能那哈有理做事，你去门呀？是个门能。谁多少想对答对吧哈？我现在一个男配置两个女婿人，那么到底配不上人了，还是让男自家来做主，定恰当。那么买汉马布啊，一道去呀！兔子个马布在理想房间里，一口男小小手还了让上衣了，为了让出眼里了。哥哥还能啊，
对。三姑你老师讲个闲话嘛，你也侪听见着是？那么搿桩事体嘛，的确是我做雅各不好了，脑内个亲事了，配置两家人家了孩子。那么你到底配不了啥人呢？那当然趁我心中被配不徐回来也是，徐回来搿个小伙子好个，将来你世道翻身，得中功名了，你后福无穷啊！不过闲话说转来，功名还不是随随便便喝得个事，眼怕眼一颗羊毛笔低下去换得来个。你遇等对了，都等个10年，年也讲了海个。那一世不中功名了，搿种人还多得是了。那么他是拿去配不了王氏，王氏大老板，我理想8位家人，可是你搞过去了，谁是现任老板娘？虽然王氏年纪大。你呀，32岁比你大兄噻。不过我想你唐氏搞个毛头小伙子团队了，不够活力了，可是还是搞个年纪大个哈是啊。那么王氏个张面孔嘛，不够这样个，可是不接机会来等样个。不过多看大不太一个。那么王氏讲闲话嘛，会句话当中加点手句话叫会夹手，那粗听听不懂了。多听子还没别记个，那么还能啊？他是你不答应配不了王氏了。李水哈一张片子弄我送到俺们里向陪我吃官司个。那么我还想个，我哪怕吃官司，你能给得机会来配对了，那么我怕牛子也是，虽然没用了。我吃子官司了，神月脑内都不了王氏个了，这样的事体龙江个这样哈能啊！我想你嘛真苦，从小西洋个，谁看我脑内偷渡啊是？那么我做独者生意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一做爷一做娘，我脑内偷渡还是吃足苦头呀。那么哈侬啊，今朝事体弄僵了孩子，到底配不上人呢？那么大相公里也讲个，一切么由你来做主。哈侬啊，你到底哪个心思了？这个嘛，姑娘对么地的，要闲话三句谁听好了嘿。
是我家的王家，死回来已经寻过一趟死路，再要随着讲刺激么肯定也是死，那么哪办呢？姑娘想只有说讲，我死了死回来门前表明心迹，再说我死之后，王家不会寻上你儿子，因我死者为啥拉婚不拉婚呢？对，说是要我嫁到王家门。那姑娘想让我提高喉咙，让俺说死回来听听，我是他搞不来死回来，搞不别人们我心有死个。让我心有死听呀！你俺是阿听见呀？我是个死回来听得清清爽爽。好，姑娘对我一片真心，那么这个让我还来表明一下我的心迹吧。都是姑娘喉咙大哥。所有姑娘为我而死，我为了后裔多生，但你一道死哎呀，老师啊，你这两家的侪死着喂！我可里都是不为死，实在是要我死呀！这么死人啊，你说了盯上了挨打，把到王家地道去拉婚干？拉婚？个人没带肉没配个亲么叫我拿老饭呢？嘿，王是每年杀男狗啊，男狗也不会开的。昨日里请我吃醉了嘛，前面浪下让我能配不里，那么我举止台浪下这男狗嘛，是男狗为美，实在我用个卧病之计呀。那么我想你总要为美人来说情啊噻，那么到辰光嘛，我转个弯嘛，随后回头离开。那么啥说起来，你个亲分配哇？分配亲的。分配怎么来喝点少家分一个？亲不分配个，不够你叫跟我啥人，我还够你女婿。个死人啊，人就配亲乖。马布啊，你叫我去拉婚，你也晓得王西这个人不好弄的呀，一个不带劲谁敢当个？我不能多口杀他高了海个。马布啊，我趟死死特子么？你也等我来水洗个呀？现在么可难作孽哦。昨日子夜里向，那个最善吃点就不搿种事体。我从今有不吃罪人，我刚罪人。没哈。刚吃个棒子去推脱了，没，搿棒子我吃得起再高。是你说你也吃醉哇？这个都相公啊，岳父大人，该到底么叫岳父大人，大金地到么三零二八，那忙是对那忙。都相公啊，我们现在真正去拉婚啊，他是把我拉婚拉他们来定性，侬小姐神剧配不来啊。岳父大人当心了。马布啊，你现在倒是落了二了。阿拉的少家，二了不多呀一个男，康是有这两个男们了，一个搞不了徐回来，一个配不了王西嘛，谁包病子哇是？搿种闲话讲里少提。马布啊，我倒有桩事体啊，跟你商量。等我商量的少家。你耳朵吹过来呀？哪啦？你年纪嘛40几岁哦，一点都看不出呀。我看哎呀，来去配不了灰炉头吧。是娘哪不得想出来噶？那不是多少精神拉婚，倾听何当？